香港政府積極推動數字經濟與創新科技。當前北部都會區嘅發展同沙嶺數據園區嘅招標，都反映咗政府將高端數據中心視為未來經濟嘅重要引擎。相較於仍在初階階段嘅沙嶺、葵涌一帶已形成成熟嘅數據中心生態圈，周邊多幅地皮已申請改建為高端數據中心。投資喺葵涌意味着直接進駐一個具規模嘅數字產業群，可享協同效應同政策紅利。位於葵涌永建路8至12號嘅呢幅地皮，地盤面積約15000平方尺，憑藉呢個得天獨厚嘅地理位置同發展潛力，成為前瞻性投資者佈局未來嘅戰略選擇。交通方面，葵涌係連接傳統商業區同大灣區嘅重要樞紐。永建路可以行到去港鐵葵芳站，30分鐘內直達中環，1小時通勤圈覆蓋港島、九龍主要商圈，經由荃灣路、青嶼幹線等主要幹道，可快速通往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同深圳灣口岸，輕鬆實現大灣區1小時生活圈，極具商務效率。此外，區內生活同商業配套完善，葵芳站上蓋嘅新都會廣場集零售、飲食同娛樂於一體，能充分滿足企業商務接待同員工日常所需，為企業營運提供有力支持。葵涌永建路8至12號不僅係一幅具發展潛力嘅優質地皮，更係投資者參與香港科創未來建設高規格數據中心或科研基地嘅戰略平台。機會難得，截標日期係2026年3月18日中午12時正。如果想查詢更多資訊，歡迎聯絡中原工商鋪。